风台带来这波外围环流是霜冻真济中南部的农作物，即卖咧有诶拢冷气搁漚气吼，甚至讲这云林西里的果菜市场有1公斤的菜苋是对25块起到43块，预计上无就要等半个月过了后，才会恢复一般行情。 大雨这边没有淹。这在农民来到田里采收白菜，将经歹去卖用不好的菜叶拔掉。受这个连续2个风台影响，中南部蔬菜产地因为落雨有水伤，期期天气好转，但嘛造成叶啊反黄烂去等情况。2分半、3分的话是会收在300捆左右。像这种的话，顶多像我们上一次有收到70几捆而已。有时候就没有1/3、1/4的。 量而已，好。这300雨落了啊，就浸水啊，抽袂去啊。哦，来不及抽水。系啊，就规个黄啊。西果菜市场表示，以往市场每天的蔬菜交易量拢在900吨以上，但近期受到蔬菜产地和山顶的各类菜减收等因素，导致交易量仅剩650吨。平均的菜价嘛为风台节每公斤25块起到43块。43吼，伊就起18块出来，起18块你甲看，25加18。 哦，涨了快1倍了，哦，涨了快1倍，但是它的量就减少1/3啦。西里蔬菜产地农民表示，落雨后尾附近，搁需要等待土拍打，无造成出个无好等状况。目前只会等赶紧来整地。至于西里果菜市场就预估，这波观菜价搁会持续半个月，要等待附近的蔬菜慢慢上市后，继续再来回稳。记者为你报道。